弟兄姊妹，我哋今晚講到嘅題目係神要毀滅敗壞的世界上集，創世記6章1到9章17。今晚要睇嘅經文係人類歷史裏邊咧最可怕嘅一頁。比起神創世嘅行動，神按自己嘅形象做人嘅行動，今次咧係洪水滅世，足足見到神嗰個屬性嘅一個好清楚嘅表達。佢對道德係有絕對嘅要求，佢對已經被佢做好嘅呢個世界係有權柄，佢對人係有審判同埋憐憫。如果要作一個嘅內容提要，今晚嘅聖經話俾我哋聽，神因為見到世界俾人嘅惡行敗壞咗，用大洪水將當時喺地上凡有血氣嘅活物同埋人都毀滅咗啦。但係佢係拯救挪亞同埋佢一家，同埋同佢一齊喺方舟上邊嘅各樣活物。如果當係一個事件簿，總共有啲乜嘢嘅一樣一樣嘅事發生，我哋咧以下咧係啦，用咗14點嚟表達。首先，世界嘅罪惡好大，特別係喺一班有能力嘅偉人帶領之下，神後悔做人喺地上，決定要將凡有呼吸嘅人同埋動物都要毀滅。神將以上嘅呢個滅世嘅旨意話俾挪亞聽，神吩咐佢做方舟，保存世上嘅飛鳥、動物、昆蟲同埋佢嘅全家。2月17號開始下大雨啊！佢哋7日前咧已經收到通知要上方舟噶啦。神喺地上降雨40日，水不斷往上升，高過眾山嶺。所有有鼻孔呼吸嘅動物都死晒，包括人。水勢喺地上浩大150日。過咗個150日，水勢漸漸退去。7月17日，方舟停喺亞拉臘山上。10月1日，山頂眾山頂咧都露咗出嚟啦。40日之後，挪亞開咗方舟嘅窗戶。第二年嘅1月1號，地上嘅水乾咗啦。2月17日，地都乾埋啦。神吩咐佢哋同埋嗰啲活物離開方舟。我哋睇睇前文後理。本來神造人，人係甚好，係按住神嘅形象去做，係要治理大地，要作王。但係第3章，亞當夏娃唔聽神嘅命令，摘禁果，墮落犯罪。該隱因為獻祭唔俾神睇中，遷怒亞伯而殺死亞伯。亞當嘅後代不斷繁衍，但係人人都有一死啦，個個就算800歲、900歲都死。今晚就6到9章啦。第10章，挪亞3個兒子喺地上繁衍起來。11章，人想要起高塔，要通天，要為自己咧立名字。好，咁我哋咧係翻去經文睇今晚嘅聖經表達嘅內容。首先，神要滅世嘅原因，6章1節，當人喺世上多起來，嗰度咧記載到係大致上係講緊男人啦，以美貌挑選女人，娶嚟做老婆做太太。第2節呢度咧用咗一啲好特別嘅表達，都引起咧喺解經上邊咧都有一啲嘅討論啊，甚至係爭論添。因為咧第2節嗰度話係神嘅兒子，而喺舊約聖經唔止一次，大概有幾次嘅經文咧都係講緊神嘅兒子啊，眾子咧係講緊天使嘅。人嘅女子，咦咁即係有人咧覺得係講緊咦越界係天使同人結婚，所以咧係觸怒神明，所以咧係有滅世洪水啊！嗱，呢個咧係將嗰個嘅係啦，將佢猜想出嚟嘅東西咧係越擴越大喎咁啊！但係咧係冇聖經嘅上文下理同埋一路講落嚟嗰啲嘅事嗰啲嘅證據嘅喎。嗱，首先係神嘅兒子可以係指天使，但係最直接一路講落嚟，創世記都冇講過天使。創世記講過邊個係神嘅兒子啊？亞當咯。係啦，亞當係照住神嘅形象樣式被造噶嘛，咁咪即係佢係神嘅兒子咯。人嘅女子咧，因為記唔記得夏娃係喺亞當旁邊攞咗骨出嚟咧，然後咧合成然後造成女人，咁即係女人咧係人嗰度而嚟嘅男人女人係由男人而出嘅，但係男人咧。
係從神而出嘅，神造亞當，夏娃係咧從亞當嘅肋旁一嚿骨然後咧去合成為女人，咁即係話咧用翻呢個神學由第一章講落嚟噶嘛，第一、第二章一路講落嚟，所以神嘅兒子講男人咯，人嘅女子講女人咯，然後佢哋交合生子啦。講到呢度咧，我哋見到咧都好似咧見唔到好大好大嘅罪惡喎，咁我呢度都做少少總結先，即係話亞當係神嘅兒子，女人係從人亞當而出，所以呢度講人的女子咁我諗我哋咧係傾向於相信聖經係講緊呢件事啦。嗱，翻去頭先嘅問題，唔係好大罪啫，但係你睇埋落去先。呢度就咁講佢哋係啦，揀老婆、結婚、生仔啫，交合生子但係原來娶來為妻嗰個娶來嗰個字咧，直譯係奪來搶個女子翻嚟做太太嗱，呢個其一啦，已經唔係咁和平噶啦。而喺呢度講到咧，關於偉人創世記好多經文咧，某啲嘅字眼咧好容易引起好多研經上邊嘅討論、爭論、議論偉人係嗰個字可以譯作巨人噶，但係因為呢個字都出現過喺民數記入去迦南地係咧去窺探嘅時候咧，見到亞納族人嗰啲探子話佢哋係偉人，就係同一個字嘅 Nephilim 係咧巨人。我相信咧佢哋係比較高大嘅人咯，即係唔係幾十尺高，係可能咧岸床8尺、7尺，話已經高過好多人噶啦，8、9尺高嘅人係咪啊？咁即係話咧亞納族係零舍高大，咁我哋普通人咧都係5、6尺高高少少都係7尺，但係亞納族8、9尺，咁你係啦，佢哋又講咗呢啲咁樣嘅泄氣說話啦。嗰啲探子呢度亦都有提到咧英武有名嘅人即係英武即係有勇力有力氣、有名又出名嘅人。咁即係話偉人，呢班偉人高高大大、有力又出名，係同一群人嚟嘅即係話極可能係指緊同一群人啊嘛。但係呢度咧話，根據頭先上邊已經講亂咗啦，就話哇天使同咧人去結婚生仔嗱，耶穌話嘅天上嘅使者咧係不嫁不娶嘅，佢哋唔係啦，天使嘅數目增加係神做出嚟嘅，唔係咧佢哋結婚去生出嚟噶，更何況佢哋唔會同人結婚，係耶穌話嘅。天上嘅使者不嫁不娶嗱，咁即係話咧，再加埋呢啲嘅有力又高大又出名嘅人，當時咧搶啲女士翻嚟咧做太太，咁即係話呢度咧真係唔係講到即係個古仔作到好大係啊，8、9尺就講咗真係咧幾十尺高就係高過座大廈，高過直升機咁，唔係講緊呢啲咁樣嘅山怪巨人咁但係當時嘅嗰啲嘅男子以武力奪取女子為妻即係話咧佢哋咁樣搶咗之後生出嚟嘅班人咧又出名又有力量嘅族群佢哋咧呢班有名有力量嘅人引領之下，罪惡好大，日日諗緊都係惡晒誰惡誰大誰正確叫地上滿咗乜嘢強暴搶女人已經係強暴啦，佢哋用武力咯，佢哋7、8尺高、8、9尺高，又大隻又出名，個名氣大過你，係咪欺凌啦？係有欺凌嘅，咁即係話你見唔見到即係話成個世上嘅當時嘅人呢個族群變成咁樣嘅世界，個世界變成弱肉強食，誰惡誰大誰正確。於是踩中咗神嘅紅線，神因為咁嘅緣故所以咧真係咧決定咧要用行動去清除呢啲罪惡。但係講咗一句嘅說話都話人嘅年日只剩下120年，第3節呢度係咪講緊咧人咧歲數最多120歲命咧抑或係講緊咧洪水滅世咧離開而家神講呢個說話大概仲有120年咧？係啦，我相信前者多啲嘅因為挪亞同埋佢3個仔得4個人做咁大嘅方舟咧根據其他經文咧，佢哋做咗大概100年先做好呢個方舟嘅咁即係話見到呢件嘅事神咧係啦，見到罪惡咁大，佢咧決定佢哋咧要消失啦呢班人
終日都係強暴，所思所想盡都是惡啊！神後悔做人在地上啊，講咗2次呢句說話，第6節、第7節都講緊神後悔做人。嗱，咁咧我哋有一個習慣嘅，好難解釋嘅嘢咧，我哋好中意咧去解釋佢嘅，但係其實有陣時咧，最難解釋嘅經文就係其實我哋咧就係接受嗰個係聖經嘅立場啦，神真係後悔啦。我哋咧原來受希臘哲學影響，神係不動情嘅神嘅，佢有絕對嘅旨意，佢咧係咧不動情唔會因為呢樣嘢開心，唔會因為嗰樣嘢唔開心，唔係啊，聖經充滿，聖經話俾我哋聽，神會有佢嘅喜悅，神會有佢嘅憤怒，神都會係佢嘅後悔啊，唔止係呢一次添啦，佢試過咧後悔。唔降災去毀滅耶路撒冷，因為大衛犯咗罪，但係佢後悔啦。喝停嗰個天使佢手裏邊咧，天使揸住一把刀拔咗出嚟噶啦，但係喝停咗啦。神後悔，都後悔咧，唔降災俾尼尼微城嘅人，因為佢哋咧後悔，佢哋悔改咗啦。約拿書3章10，咁即係話神用係啦，為人用自由去犯罪，泛濫呢個地，泛濫咗喺呢個世界而後悔啊！神按神嘅形象被造係神嘅兒子嚟嘅人，但係佢哋已經唔行神嗰條路啦。於是神後悔，甚至決定將所做嘅人，包括有呼吸嘅走獸、昆蟲、飛鳥，地上會呼吸嘅活物，都從地上一併除滅，人同埋地一併毀滅。13節嗱，呢個真係神後悔同埋佢決定嘅行動嚟噶。係啊，嗰個就係神嘅當時嘅情緒同埋思想啊。第二，洪水滅世中嘅曙光，本來game over 噶啦，end game 噶，但係喺呢當中出現一線曙光，有挪亞呢一個人改變咗最終嗰個命運。聖經形容佢6章9係個義人，亦都話佢係個完全人。嗱，對於今日我哋淨係集中只係認識因信稱義，因信得救咧，我哋唔係好明呢啲經文嘅。但係逢係睇經文咧，千祈唔好淨係逐個詞語去解，要睇晒佢點樣形容挪亞先啦，係咪啊？話佢係義人，話佢係完全人，係噶。聖經真係話佢係義人啦。明明我哋哎呀，世上一個義人都冇啊，個個都係罪人，點解可以話佢義人㗎？咁我哋咪棘住咗啊！我哋今日。嗱，我哋睇埋聖經有第啲形容詞嘅，同樣係第9節，挪亞與神同行啊！咩叫與神同行啊？行神嗰條路咯，唔係講緊神與佢同在，神梗係有與呢啲人同在，但係講緊挪亞自己行神嘅路，聽神嘅話，守神嘅命令同埋誡命咧。就算當時未有律法書，佢聽神話，係啦，亦都係因為佢咁樣聽神話，佢喺神嘅眼前蒙恩啊，都係恩喎。即係話按佢所知嘅，佢聽神嘅吩咐同埋遵行神嘅心意，以致喺神嘅恩典之下，佢蒙悅納。第8節，當佢蒙悅納嘅時候，佢喺神嘅眼中，佢係一個義人同埋一個完全人，係咁咪一天光晒，我哋終於明白啦嘛。係啊，就係一件咁嘅事啊。咁即係話咧，未必講緊挪亞咧係啦，脾氣都唔發下。丁咁多都冇污跡，未必係咁，係講緊佢係第9節與神同行，加上恩典喺呢一個位。神吩咐挪亞要做方舟，按神指示嘅大細構造去建築呢一個方舟，建造呢個方舟係一個大型嘅船嚟噶。我哋睇睇聖經嗰度嘅吩咐。14到16節，你要用歌斐木做一隻方舟，分一間一間地做，裏外抹上松香。方舟嘅做法乃是這樣，要長300肘，寬50肘，高30肘。方舟上邊要留透光處，高1肘。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方舟要分上中下3層。你發覺你係好清楚係咪嗰個記載？係啦。嗱，咁將呢度咁樣嘅3節嘅經文，短短嘅記載咧，咁咧，加上咧而家係有 AI 幫我哋噶嘛，
係啦，咁啊 AI 幫手畫咁多，咁我哋梗係畫聖經嘅圖咁啊，好用得着噶咯。我用咗咧Google 嘅 Gemini 咧，幫我咧照住聖經畫出嚟嘅吓，呢幅圖咧係 AI 畫俾我嘅吓。咁你見到咧，原來咧係一個咁樣樣嘅構造啊，分咗3層。最高嗰度咧係透光有窗吓，然後咧上中下咁樣吓，咁你都見到咧分開一格一格啊嘛，聖經係啦14節嗰度話到咧係分一間一間咁樣做啦，方舟上邊咧有透光處啦，即係有窗俾係啦，佢哋人可以見到，動物可以見到等等啦，係咪啊？裏外抹上松香，係咪啊？方舟嘅門開喺側邊，係啦，單一嘅門口嘅啫，唔會多過一個門口，係啦。咁開喺側邊。方舟係長300肘，即係大概150米，闊係50肘，即係25米，高係30肘，即係15米啊。所以如果大家想有一個比較，一隻今日嘅集裝箱貨櫃船咧，係300米啊，好長喎300米。但係原來方舟咧係150米啊，咁以當時4個男人揼一隻大嘅大木船150米，真係不簡單啊！真係唔怪之做咗100年啊，得4個嘅人力嘅啫。咁啊就好清楚，好清楚俾我哋見到就一件咁嘅事嚇。咁聖經都話佢哋咧係會間一間間㗎。咁照估計最重最大嗰啲動物喺呢度啦，中間嗰啲細型啲嘅咧，人咧係喺上邊等等啦，係咪啊？咁即係話俾我哋見到咧，係真係咧係神好清楚嘅指示，挪亞亦都係聽神嘅一切嘅吩咐，咁樣去做咗。然後當洪水泛濫喺地上，凡有呼吸嘅、有血肉之軀嘅，無一不死啊！17節神決定要令到佢哋無一不死啊！見唔見到神嗰個權柄同埋審判啊？對道德嘅一個絕對嘅要求啊！神同挪亞立約，係啊，即係話俾佢哋聽，挪亞你一家肯照我吩咐做方舟，不斷嘅係啦，俾人嘲笑噶嘛，你願意嘅話，你一家8口都能夠保命。神甚至同挪亞係立約嘅，原來係唔係淨係後邊彩虹之約，係啦，上方舟唔使死，佢應承挪亞，仲同佢立埋約，同埋咧應承埋挪亞，凡有血肉嘅活物到挪亞嗰度，佢帶咗入方舟，所有呢啲嘅喺地上爬行嘅動物係啦，活物、昆蟲同埋飛鳥咧，佢哋嘅生命都得以保存啊！19、20節嗱，咁呢個好清楚俾我哋見到。如果唔係挪亞，世界已經毀滅咗啦。但係因為有挪亞佢咧聽神話，與神同行，亦都係咧神吩咐佢照做。於是佢一家8口得救。當時世代嘅所有嘅會呼吸嘅活物得救，係因為挪亞一個人嘅咁樣嘅信服同埋義行啊！嗱，咁今日咧，我哋因為想係啦，分2次講，我哋今晚聖經裏邊主要嘅呢啲嘅東西，我哋講到呢度啦。但係今晚我諗咧，大家都好快咧諗到一啲嘅說話，係咪啊？對於因為罪而敗壞嘅世界，神本來係要將佢一併同人去毀滅嘅，但係因為挪亞嘅出現，神藉住佢而保存生命，包括人嘅生命同埋喺地上所有有血肉之軀嘅活物嘅生命。咁俾我哋見到原來咧呢一個咁樣嘅挪亞同埋神會咧審判一個嘅犯罪嘅敗壞嘅世界咧，係神好清楚表達嘅一個好清楚嘅教訓嚟㗎。所以後來喺新約聖經彼得後書提翻呢件事嘅時候，都話神冇寬容上古嘅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嘅世代，卻保護咗傳義道嘅挪亞一家8口啊！係啊，神真係對道德係有絕對嘅要求㗎。呢一個並沒有因為時間嘅遷移到今日冇咗，唔係啊，神真係因為種種原因，神係今日寬容㗎咋。但係當時冇寬容，係當時神嘅作為，
神後悔做人係當時神嘅感受同埋思想但係咧，因為挪亞嘅出現聽神嘅話，喺神嘅眼中係一個義人佢咧跟住神嘅做，上咗方舟，就係咧成為咗佢嘅拯救，同埋當時所有嘅活物嘅拯救爬喺地上嗰啲。咁所以第9節都講得好啱，主知道搭救敬虔嘅人脫離試煉，把不義嘅人留在刑罰之下，等候審判嘅日子。你諗下當時嘅世代，唔知有幾多千人或者幾多萬人但係喺芸芸嘅成萬嘅人群裏邊，得挪亞一個咁樣嘅肯與神同行嘅人，但係唔會因為得佢一個，神就毀滅嗰幾萬人或者唔知幾多10萬人就係冇埋啦。挪亞唔係得一個聽神話，神都冇滅到挪亞同埋佢一家8口，同埋所有肯跟佢入去方舟嘅動物所以弟兄們見唔見到呢個係一個好震撼嘅事即係話唔會，神係絕對唔係一個有殺錯冇放過嘅神所以信耶穌好安全，係咪一定唔會話哎呀個個都唔信，個個都唔肯信福音神將來咧抌人落地獄咧就係我哋信咗都抌埋，唔會。只要你係信，一定唔會殺錯，一定唔會咧真係咧係咧係好似咧亂咁真係咧唔分邊個打邊個。神係分別嗰啲不敬虔嘅人先係咧要面對審判佢搭救敬虔嘅人敬虔呢個字係用喺宗教人士身上，弟兄姊妹有冇發現係世人講飲講食，中意世界，中意出名，中意權力，有乜出奇聖經唔會鬧佢哋嘅敬虔嘅人係講緊宗教人士咁即係話今日個個基督徒呢個又唔敬虔，嗰個又唔敬虔，但係得你一個敬虔嘅話咧，神唔會喺將來主耶穌審判萬民嘅時候，個個都唔敬虔，於是咧所有個叫做宗教人士翻個教會都抌晒落地獄，唔會只要你敬虔，只要你同我敬虔，主一定唔會有殺錯冇放過，一定分得到，將我哋咧救咗出嚟所以我哋真係要好好警醒聖經都話洪水嗰日係點，主再來嗰日都係點，係而家係咪好正常噶，吃喝玩樂，唔單止世人啦，基督徒都係吃喝玩樂而家貪愛世界當係正常，唔貪愛世界嗰個先至係唔正常，係咪但係對唔住聖經真係唔係咁講，好唔好求神憐憫我哋呢一代，我哋肯做敬虔嗰個一定係最着數，對神嘅說話聽啲唔聽啲係最蠢噶，上唔到天堂，但係喺世上又唔係咧亂咁犯罪嘅人咁鬧搞做乜嘢咧？聽神嘅說話聽足係唔係蝕底嘅，係最着數。